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8月初7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新闻头起先，咱先来看美国对中关税。台湾目前暂时是防扣20%，今仔日开始实行。行政院是表示，台美谈判是也未结束，因为这资通讯产品也未讲好势。因咱的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行政院会提出特别预算，嘛呼吁调野支持。美国对中关税一定初7正式上路，台湾暂时性关税是20%，个人关心敢有调降空间。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伊表示初7未是台美谈判的截止日，原因是资通讯产品还未讲好，咱拢是连232条款做伙讲。争取希望可以在对等关税的谈判里面一并的也可以去讨论我们后续，例如像半导体这个232调查。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考量，我们在这个总结性会议上面持续的去争取，在支持方案里面，事实上都可以来做一些支持，那也开放所有的产业可以来做申请。颜慧欣表示，台湾关税为32%降到20%，在美国贸易差国内底，敢若输后面调降比率第2济。若是受关税冲击较大的产业，像讲制造业的工具机、农渔业的乌条兰、毛豆、鲈鱼、飞鹅虎嘛受影响。对这代志，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表示，行政院会依照特别条例提出特别预算，若破坏现金1万块，敢有希望嘛引起关心。审议通过之前，行政院将尽快提出因应的措施方案，及时给予国内可能受到冲击的产业民众支持以及协助。赖清德讲，台湾尽力争取降低关税，不过谈判过程互在野党质疑秘密作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政府企业啥拢唔知，话讲爱适度公开。民进党这一次的谈判不但丢了面子，还把我们的几代累积的本、我们的根都丢掉了，这是台湾无法承受的经济的最大的危机。我公开呼吁卓荣泰自己下台。整个内阁解散重组，到目前为止，卓荣泰选择躲起来。朱立伦认为，政府应该运用在野的力量当作谈判的条件。赖清德是话讲调野支持通过特别预算，协助台湾的产业。记者采访报道。最近有风声在传讲，美国和台湾在关税谈判过程，可能会要求台湾甲美国猪肉、牛肉的进口条件放零，当作交换来降低关税。消基会还有医生就烦恼讲像讲3肉钟来吸毒法案的标准，国际规定是比台湾较严，恐惊是会危害到民众的健康。卫福部是回应讲，这相关的内容也搁咧讨论，无方便来对外说明。美国对台湾扣20%的暂时性关税，未来是毋是搁共政府表示搁咧协商？消基会就烦恼，美国可能会要求台湾爱放零美国猪肉品的来去刀法案标准，甲台湾原本规定的0.04 ppm 放零到国际0.09 ppm， 甚至可能会要求台湾爱加开放进口美国的牛肉来含加肉。第一个是来记的部分，第二个是针对美牛的部分，内脏跟绞肉部分有可能会开放。第3个就是有可能我们连这个标示它是什么样哪里的产地这个部分也不可以标示可能目前听到的会有这样子3个可能性的一个交换条件。有医生就指出，西方食牛肉较济，限制咧食猪的腹内。不过，咱台湾的食食文化普遍就是会去食猪肝、腰子这寡腹内来补身体。若是开放0.09的 ppm 来去刀疤案的腹内，医生讲恐惊会提悬心血管疾病风险。如果说民众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他本身是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那如果吃的我们的肉品当中有大量的莱克多巴胺，就担心说他心跳过快、血压上升。长久化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不过，针对外界的疑虑，卫福部表示，若是牵涉到关税内容，目前也袂当对外说明。这个牵涉到关税内部的一些细节就请容我在这边不能代表关税小组来跟各位说明。那如果我想有具体的成果，我想关税的小组那边会跟大家报告。消基会强调，若准讲政府要开放美国猪肉腹内做条件来降低关税，政府至少爱要求伫咧进口的肉品包装标示清楚的产地，嘛甲来去刀疤案的量写好清楚，互消费者有选择权，嘛保障民众的健康。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所以咱来看天气哦，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高雄、屏东也有其他山区这轨道可能会来到短暂雷公雨，咱来看云图。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水汽减少，各地天气会渐渐转好，嘛一天比一天搁较热哦。今仔日东部的高温是31至33度，也那西部可能是会升到36度，特别是湘北、桃园，也有台南、屏东，有可能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其中敢若台北市柑仔色电荷，其他拢是黄色电荷。即阵落的大水雨哦，害着真侪农作物，亲像中华部新乡的金蜜山野，都因为连续几若天落雨着水伤，有真侪山野拢因为安尼闭开。农民本来表示，毋捌落过遮尔久的大水雨，也若这果子园是已经了超过5成，只好是来望后冬的收成。落雨超过1礼拜，总算是等到出日头的好天。但是果园内底金蜜山野早就未堪得连续几若天的大水雨，毋是闭开，就是水伤，甚至园仔外口囤规堆，拢是压雨压甲烂去的山野。要一半较低啦，一半嘿，就毋甘啊，辛苦一年啊，反正一年收一遍啊。咱这是为丹纳斯台风开始开始落连续落，特别到1个月所以才产生讲这个落心啦甲这配沙较歹的情形安尼。根据统计，中华县大约种105公顷的改良种山野，其中有50公顷是金蜜山野，佮以埔心乡种上济。但是因为今年初低温影响，产量本地就减少。7月中进入采收期，佮拄到风台大雨，加上这阵仔的大水雨影响，农会估计整体产量减灭6-7成。因为连日的好大雨，影响到我们金蜜芒果的卖相不佳，导致咱农民的收入减少将近6成至7成啦。今年虽然咱的金蜜芒果损失非常严重，但是咱透过咱农会甲咱农民都层层把关。埔心乡农会表示，虽望今年金蜜山野的产量减少，但是继续起无济，杀去市场咧卖的山野品质挂保证，希望民众用行动来挺辛苦的农民。另外，农会嘛提醒，政府已经公告7月28大水雨的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办法，会当为即阵开始申请到8月19。记者杨素晴中华报道。台南的关庙面伫咧制作的过程用日头拍，所以因为一直咧落大雨，业者是讲无法度拍面，已经停工超过20天，这产量是减少一半。昨有出日头，因着赶紧做面来拍，但是一寡外销的订单恐惊是要等到后个月才法度出货。台南这关庙面的工厂本正应该这几日拢会甲面摆伫咧柑仔咧拍，毋过因为受到前一阵仔强台咧落雨，地书做面的进度拢前着。即马台南遮做关庙面的业者赶紧咧溜面摆好势，才搁摕出来拍。有业者讲，即阵仔已经歇要20外工，拢无法度做，产量比平常时减超过6成。无法度拍日啊，你搁互伊赶，你有限啊。因为阮这传统产业部分无法度讲做甲5大量啊。8点开始救嘛有限啊，一工可能就像阮这红仔布咧做的啦，50-60包啊，几百包的，无多啊。做关庙面上介重要就是靠日头落去拍，面条爱拍2工才通收。有业者指出，就算靠热天嘛无一定有法度做，因为着爱搁随时注意敢有西北雨，惊拍无担面会搁生菇。目前因为量无够，有业者是针对国内市场，外销部分会撑到旧历7月后才出货。这回单仔是加上后来西南气流影响，南区气象中心嘛指出，确实7月落雨日子有较低。这个月就农历7月了，农历7月我们台湾的一些寺庙，它有普渡的需求，那我们会尽量把台湾寺庙普渡的需求为优先的供应对象。7月来看的话，平均的降雨日数大概是12.5天，但是以今年7月来讲，降雨日数有达到了20天。那以7月的降雨量来讲的话，大概比平均多了将近300毫米，所以各位大家会感受到，就是不管在降雨日数或降雨量上面都有偏多的感觉。初六南部总算出日头啊！南部气象中心讲，这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相对较稳定，后续就要继续观察南方系统，敢会继续影响南部的天气。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先来传乡亲做回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咱先来看联合报。
英国媒体有报讲，美国宣布印度因为进口罗西亚的石油，所以会甲印度进口美国的商品来扣50%的关税。因为台湾的暂时性关税是20%，不过咱的关税谈判代表是表示，台美的谈判也未结束。所以咱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有统计1月至5月的交通事故，这济伙人死亡的人数是507人，和去年同期比起来是增加25人。交通部是讲8月底进前会提出减少济伙人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划。所以咱看《自由时报》。国内最近发生未少家庭暴力的命案，定拢是被害人有申请保护令，所以要是因为加害人的关系受到性命威胁。卫福部是讲，打算会来对这个加害者使用电子监控，会伫咧1个月内召开会议，望这半年内才提出家暴法的修正草案。有妇女摕到保护令所同款受到暴力对待，甚至互抬死。立法院有针对保护令制度来讨论，有一位就建议讲，这修法来增加电子监控，来保护民众的安全。行政署、法务部也有卫福部拢表示支持。卫福部长邱泰源嘛答应讲，1个月内会召开会议讨论，上紧这半年内会提出修法草案。各团出技术加步比强，家己最上向找到透早点半，有一个翁某因为不明原因吵甲真厉害。30岁姓何太太情绪失控，提水果刀啊堵向36岁姓曾的先生，经销得到报案了后，将先生送医，不过最后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调查发现，姓何太太1年前有申请民事保护令，详细案情依然爱等警方进一步调查。王女持水果刀刺伤庄男，庄男送医不治，全案依杀人罪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因为最近发生真侪件重大家暴案件，包含新北土城杀车案、台北酒店女公关和10个朋友挂后身亡。有立委认为，被害者伫已经合法保护令情形之下，依然互加害者杀害，这期家暴令失灵。法务部有防线羁押制度不够周全，爱去检讨。这显然连被害人的家属都觉得，这个加害人其实已经是很可怕了。警方移送之后，要在24小时之内做出决定。所以，这个司长，我要建议你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检察官在这一方面的敏感度其实是不足的。空窗期的时候，我们来加强。第二个，那个刑事的一个强度，执行的强度，还有我们也会跟司法院还有法务部，还有警政内政部警政署来继续来协调来开会。卫福部长邱泰源强调，已经检讨这项机制，会就保护令的申请到合法的安全抗判期，强化风险防控，佮提出2项精进措施，包含强化庇护安置甲警备安全服务，缩短民事保护令的审理甲合法时间，希望引进一个完整的安全守护网。记者综合报道。8月23要办罢免，也有佛山抢电棒的公投，昨有亲子团体都呼吁社会来思考哦，唔通互负债的风险威胁到咱的后一代。民团嘛透过第2囡仔册，含囡仔来思考法令的好歹，希望会讲自细汉培养囡仔关心公共议题。守住孩子的未来，拒绝核三重启。亲子团体囡仔发出诉求，面对8月23戏山中溪公投，家长烦恼讲核能的风险会伤害到后一代的子孙。现场17岁周瑞良表示，想起12当前和妈妈行向街头参加反核游行，感慨这么多年过去啊，社会也是无考虑到少年人的心声。虽然现在我还没有投票权，但我也是未来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中一份子。你们可以投票，可以做决定，但是最终要活在这些决定里的人，是我们这一代的。民团表示，迄三手就设伫咧恒春的长站带，若是发生地动，恐惊会互日本福岛核灾这款的事故伫台湾发生。民团嘛指出，根据世界卫生组一个统计，福岛的居民得到大癌归癌的比例有明显提悬，特别是查某囡仔得癌的风险超过70%。福岛的核污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排到海里面的争议。
应该也就说明了核灾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是这么的源远流长。有一些风险，也许它发生的频率没有到很高，但是只要发生过一次，后果我们就无法承受。另外，民团认为，若是要重新启动40年历史的核三厂改善设备，时间绝对不是3档、5档就当解决的代志，这是大笔的社会成本。因以芬兰的核废料处理厂做例，建设的经费就超过300亿的新台票，但是台湾到今也未有基本的规划，民团呼吁要有较齐全的配套。它的零件已经运转40年，就算真的要重启，也得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检修、更换老旧设备，并向国外购置备件。那绝对不是3、5年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所谓很急迫的能源危机又要怎么处理？民团也用台语囡仔册伫咧专台举办绘本活动，让囡仔去思考核能的好处和伤害，培养思考公共议题的能力。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国际新闻哦，美国总统川普有表示，进口到美国的半导体要扣100%关税，也毋过只要企业伫咧美国设厂就有通好免税。伫咧政策宣布即天，包括彭克的执行长库克，也有回答执行长吴仁勋拢亲身到北京甲川普会谈。彭克嘛宣布要伫咧美国投资1000亿的美金，这详细的情形，咱连线互国际记者彭祖哲带咱来了解。美国总统川普是伫美当时间初六宣布讲，为外国进口到美国以外的这半导体，要扣将近100%的半导体关税。不过伊嘛讲，若是这企业承诺伫美国投资起工厂，就唔免纳税。咱来听伊的讲法。We'll be putting a tariff on of approximately 100% on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But if you're buil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re's no charge, even though you're building and you're not producing yet. 伫川普宣布这个政策的时阵，彭克电脑的执行长库克嘛来到北京，宣布要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川普嘛点名台积电和 NVIDIA， 表示这两间公司已经投资美国过1000亿。川普的话讲了，这彭克的股票伫盘后是起3%，台积电 ADR 是起2.7%。不过，台湾的半导体大部分拢是代工，这出口的时阵可能是搭别人的品牌。这详细要安怎来扣这个半导体关税，也要等待刷落来几天北京的详细说明。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北京的报道。针对俄乌战争的问题，川普表示，美国特使维科夫有和罗西亚的总统普廷针对停战来协商，嘛有重大的进展哦。美国有一个官员就表示，总统川普有可能上紧伫咧后礼拜，就会和罗西亚的总统普廷见面。美国北京的一位官员讲，总统川普可能上紧后礼拜甲罗西亚总统普廷当面会谈，川普想要促成俄战争停火协议。会议的时间甲地点也未安排，但是川普对甲普廷也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3方会谈可能性持开放的态度。若是川普甲普廷真正见面，将会是川普第2遍选调总统了，两个人第1遍见面，也是俄战争爆发3年来重要的里程碑。不过，俄双方伫咧主要诉求依然差真多，所以这项会谈并无法度保证战争就会当结束。相信报道相关消息的是《纽约时报》，消息报在进前，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即甲普廷伫咧克林姆林宫见面。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today? 川普伫咧社群媒体讲，魏科夫伫乌克兰的问题得到正大的进展，这边的会谈效果真好。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о украин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некоторые сигнал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получены и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即嘛也唔知影普廷或者是泽伦斯基是毋是已经同意要甲川普见面。泽伦斯基伫咧魏科夫甲普廷的会谈了后讲，已经甲川普通过电话，几多位欧洲领导人也同时伫咧听。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робити це чесно。川普今年是也未甲普廷见面，不过伊伫第1任期内面不甲普廷会谈过5遍。川普吹拉讲，已经甲美国伫咧欧洲的盟友说明上新的进展，并且讲因希望伫咧接落来几天内到几礼拜内共同推扫结束俄战争。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连贯加沙战争已经造成6万外的巴勒斯坦人死亡，百姓就连要找物件食，拢爱冒性命危险，米粉是贵甲倍数金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表示，会推动全面占领加沙，也毋过以色列国内犹太裔的高战士呼吁赶紧停火。
大批巴勒斯坦人找5对挖以色列边境的坐金关卡，行真远，摕面粉等去做。来自北加沙的阿拉伯文老师哈德尔也是其中一个人。一家人的人就可以摕回去是不来卫生。伊讲无性命危险，领到面粉真宝贵，敢若亲像白金相款。صرت حوالي 15 كيلو وزحفت 3 كيلو وجيت تحت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الله يعلم وودعت اولادي قبل ما اجي هان ودعتهم على اني ممكن اجي محمل او اجي مصاوب。哈德尔一家伫建会之下生活艰苦，世界流浪，已经伫无同的布棚内底搬6摆啊，处境是一摆比一摆较害。就大所在无壁无遐，只有篷布，小可早起而已。加沙卫生部讲，建会已经造成610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5月以来，竟有几啊百人伫到分发的所在去领食物的时阵，互这个以军的炮火拍死。初五透早，爆炸声搁再充满伫加沙走廊的天顶。前一天，以色列连日真虚弱的画面公布了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扩大军事行动。伊国媒体报道，纳坦雅胡打算推动全面占领加沙，要召开内阁会议来表决。也佫包含以色列国防军 IDF， 也佫一寡退役内部高层拢表示反对，要求爱停火。כוחנו, אבל עדיין יש צורך להשלים את תבוסת האויב בעזה, לשחרר את כל חטופינו, להבטיח שעזה... Inside Israel, there's a fierce debate over this step. A number of top retired former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manders have now come out and called on Netanyahu to end the war. 以色列若真正决定占领加沙，会引起国际社会甲国内谴责，甚至危害人质的性命，会互持续22个月战争搁再来升级。美国总统川普对着记者询问，表示家己无清楚以方的提议是啥物，不过这主要是以色列家己的决定。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译。南暗即摆天气是热到要害哦，亲像西班牙都热到42度，都有一个度假村松林着火烧，居民甲游客是赶紧疏开。另外，伫咧法国南部嘛发生今年上大规模的野火，这炭烧的面积都超过首都巴黎，总共是动员2500个消防员咧拍火。就那内面看到火也搁伫咧烧，法国南部挖西班牙边境的地中海地区，最近开始发生大规模森林野火，当局出动2500位消防员拍火，不过已经有1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包括11位消防员。Mais c'est vrai que ça a pris du côté de Coustouge et ça a pris directement. Je veux dire, on a vu en premier de la fumée et de suite après, au niveau de toute la colline derrière, ça a fait un raz-de-marée de flammes. Les pompiers, on a beaucoup de chance de les avoir parce qu'ils viennent de toute la France pour nous aider. 法国总理贝胡虽然下昼来勘灾时阵讲，这是一场规模正大的灾难。当局估计火炭烧的面积超过13000公顷，比首都巴黎更加大。Et il est inédit aussi pour les surfaces. Ça fait depuis 1949 sans doute le feu qui a brûlé le plus d'hectares. Le nombre d'hectares brûlés, plus de 15 000, c'est l'équivalent de tout ce qui a été brûlé en 2019, dans l'année 2019, dans l'année 2020, dans l'année 2021, et c'est le double de ce qui a été brûlé en 2023. 今年热天，南澳地区发生几多件大火，西班牙南部滨海城市也传出野火，一个海边的陆景区赶紧撤离。Todas mis pertenencias, todo se me ha quemado. Me he quedado con lo puesto. No tengo ahora mismo para seguir adelante. 西班牙今年热天第2波的热天气，温度要到摄氏42度。气象单位警告，这边的热天气特色是空气拢袂冷冻无风，虽然温度无真正悬，不过会连续1礼拜。因那美国西方的加州，赶快因为极端高温发生野火，对缩时影片会能看到几落支白色的烟条，正紧就弹开。加州中部的吉福德火场是当地2025年上大规模的野火，火伫4天内炭烧83000英亩。不过南加州就要拄到极端高温，代志可能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又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西非国家加纳的政府表示，一只军用直升机伫咧阿散地地区摔落来，因为国防部长、环境部长和其他3个官员、3个空军机组人员是拢无命。所来，黎巴嫩的内阁昨有开会决议，指派军方规划互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真主党，伫咧年底进前改度武装。因那真主党是表示，因无要来插这项决议，嘛批评内阁是减弱黎巴嫩的主权。
出来台海局势是真紧张哦。菲律宾总统接受印度媒体专访的时阵，就有讲，若是中国和台湾起冲突，菲律宾嘛无法度结果果。伊嘛强调，就要建立联盟来应对印太地区的威胁。国军去年甲美国买的反装甲无人机291套，头一批是已经送来台湾，这是有史以来上紧交货的记录。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表示，这对咱的关键战力是真有帮助的。有专家是认为讲，这款无人机若是投入反定力作战，就会当用来拍中国解放军的战车和架车。锁定目标 OTS 600 MV 攻击无人机冲入去，精准拍到爆炸。这是美商 Anduril 生产的反装甲无人机。去年来投入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打击罗西亚战甲车出力真好表现。国军去年向美国采购291套 OTS 600 MV 强化无人机作战的能力，头一批进前到台湾，创下近20年来美国维护台湾的武器上紧交货记录。我们决定筹货以后，他们都会很迅速的交付交运。那交运过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接装成军，对我们对关键战力的形成会很有帮忙。国军真紧得到急战力，顾立雄强调，交运了后就使集装成军。原来 OTS 600 MV 特色包含上大航程440公里，低空时间4小时，应炸监测系统，经由海陆空多元在台发射，应打击战车、架车。学者分析 ，OTS 600 MV 投入滨海反定力作战，应发挥这个影响力。事实上，不止反装甲，它对于小型的登陆艇也可以发挥效果，所以是陆海两用的一个无人机哦。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台湾在滨海防卫，还有就是跨作战区，就是可以进行这个侦察跟支援的行动。不过，国军的反装甲无人机数量依然不足，把评估要搁再买1000架以上。顾立雄讲，有算许可会增加这精进版的 OTS 700。原来总统赖清德发出明年国防预算爱超过 GDP 的3%以上。顾立雄讲，下半年就提出特别预算，向国际来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逼出几名前员工涉嫌伫咧在职期间涉嫌偷摕这2奈米的先进制程机密资料，而且泄露予日本的一间设备大厂东京威力科创。7月底，有日本的工程师和台积电的工程师，因约伫咧咖啡厅要交这寡机密资料，当场是互检调撞到。国科会表示，台积电2奈米的制程是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相当是会当关12年，而且爱罚1亿。经过月底传出检调，伫德科附近的这间咖啡店，掠到台积电工程师亲像设备。根据了解，进前台积电资讯部发现有人异常登录翕资料了后，当下无出声，随即锁定手机当事人，通报检调。7月底，当自称设备大厂工程师甲台积电工程师约伫咖啡店翻翕机密资料时，检调当场掠人。业界传出国安会甲高等检察署介入调查案件，也毋若说一件。伫最近2个月，大概7、8件，亲像甲日本参韩国设备商有关系。我找一个已经做得比较好的 model 来看看人家怎么做，是在哪些环节上比较容易出问题。那这个其实可以降低我的学习成本。假设我找到对的参数，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我是目前良率太低的这些问题。目前全球有咧研发2奈米制程的业者，包括台积电预计今年年底量产，韩国三星甲美国英特尔也拢对外表示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另外，日本晶片国家队 Rapidus 也咧试3阶段。Rapidus 它主要是跟 IBM 合作，那 IBM 研发这个制程也很长一段时间了。那这一次主要是试产，我觉得差不多这个时间也该试产成功了啦。那接下来的困难就是你怎么把良率调到够高。亲像设计设备案，理想东京威力科创是有名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那是台积电发展2奈米的重要供应商，提供计算机甲设计设备，同时也是日本晶片国家队 Rapidus 的重要供应商。Rapidus 加设立第3年，就当试产2奈米晶片，亲像想要加做日本台积电的代表。这一次这个泄密的主要呢是要给予这个日本的 Rapidus 这家公司，它要在2027年那么开始进行2奈米的一个生产。台积电最近也面临美国总统川普伫 CNBC 节目接受访问，讲台积电会伫美国投资3000亿美金。这个是假讯息，好不好？是川普说的。哦，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也不过，蔡澜下昼贵州会透过经济部发
道歉声明，表示当下无完整掌握提问背景，实际投资机会有缘由企业对外说明。台积电表示，相关资讯请以公司公告为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先来看学校的新闻哦。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特教中心的主任5月予特教生的家长检举，因为无要配合甲台积电提供的工读费管出去，这囡仔就去互霸凌。家长阁讲，这寡管出去的钱，是正常拢唔知走位倒去。台积电最近几年对各大学提供校园服务代表计划，只要在学生领有身障手册，向主管还是特教老师报名，向台积电官网经过审核，都有机会担任校园代表，获给比较上低基本工资。台北海洋科技大学113学年有27名特教生得到工作机会，其中一位家长伫5月时向学校投诉，特教中心主任要求回还工作金。其实我们真的还要回馈金，我们就是交小朋友都装傻，他说没有啊，你要这1万块，你要跟我们名目啊，但是他都始终不讲说他都用骗的啊。所以说这3年当中，他光这样子骗就不晓得知道多少利润了。家长讲，这是囡仔用努力换来工作金拒绝回关，其他学生回关款项也是用途不明。也毋过说了，囡仔都互主任们呛声红色工作，也是实习机会。他是很热诚的一个老师啊，他也得了很多奖啊。至于对学生是不是很凶悍或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所以我们要调查清楚。学校表示，5月22日受理调查，5月28将主任调离行政职。委请的3位校外委员伫6月下旬开始调查案定时，调查结果8月下旬出来。必要的是会当延长1个月，上侪延长2摆。依照调查结果属实，依相关规定变更处理。看法规是怎么写的啊？它的严重性到哪里？如果是没有这回事，就要还人家清白啊。教育部指出，7月底接到家长陈情，有计初8拜5到学校实地访视，导导学校依规定查处，了解提供相关学生必要的个别支持措施甲辅导，确保特教学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孔仔寮海边介承受发生独木船失联的事件。昨下晡3点外，新北市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讲这海边有一只独木船飞出去了后，直直拢无转来。消防局警消是随出动空勤直升机，嘛赶紧来搜救找人。落尾搜救人员是伫咧海边发现这只独木船，也毋过现场是无看到人影。目前无法度确定讲敢是有人失踪，这个代志还阁进一步来了解。桃园市旧沙区的龙寿工业区附近，昨有发生一件奇怪的命案。有民众看到一个查甫人吊伫咧悬60米的高压电线顶悬，人看起来是已经过身啊。若经过初步调查，这个查甫人呢像是外籍移工，毋过详细原因还阁来调查。桃园市旧山区初6下昼发生一件正离奇的命案，有人看到一个查甫人吊伫咧60公尺悬的高压电线顶头，赶紧报警。他们有那个望远镜，他们把它一放大看，是人。电力公司随派人赶紧断电，要由警察甲消防队进一步调查。警方初步研判，这个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现场并无发现明显外力介入的情形，将会调监视器进一步查清楚代志发生的经过，也个调查死者的身份。也无因为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咧60公尺悬，差不多20层楼悬，而且天阁暗嘛，考虑到人员作业的安全，消防队按算伫咧办事一早起，结果想办法将尸体搬来。记者综合报道。大雨落几若天，苗栗泰安苗栗62至1线的山架，昨下晡3点外，有大粒石头连落来，去击到一台轿车。这车顶的驾驶乘客有2个人是掉伫内底，警消赶到现场，驾驶嘛送病院，毋过救无回来。乘客救出来时阵是已经死亡。红色轿车尾翘悬悬，一粒大粒石头跌伫车顶，规台车严重变形。苗栗县泰安乡苗62至1线，初6下晡3点外传出山坪的大粒石头落来跌到车的事故，警消急步到场抢救。车顶有2个查甫人伫内底，驾驶59岁姓陶的查甫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那泰安分队人员到达现场，发现2名患者直接没有意识。那目前已经将1名患者救出送往医院，那另外1名患者正在救治中。
消防局表示，这台红色轿车是开往清安国小的方向，向起大粒石头击到，驾驶送医抢救，到尾救无转来。公车乘客救出来时阵已经明显死亡。太阳向所是讲，道路山坪因为连续几天落大水雨，变甲真松软，才造成不幸意外。初步了解，两个死者是大湖乡的居民。因为最近下了一整个月的一个好大雨。我们山区里面的道路，经过今天的太阳的曝晒，对这个交通边坡的路面都非常的松软。应该好像是大湖乡的居民，来这里工作，可能回去了以后呢，就碰到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太原乡长是讲，大粒石头对着车意外，造成苗62支一线双向交通中断，车内2个人救出来了后，公所随进行抢通作业。伫暗时6点即下到已经会当单线双向通车，但是道路外边发现有路基崩塌，会持续警戒当时抢修。民众这阵开车进入山区，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采访报道。高雄山区因为大水雨损长，包括第20线桃园段、第27线，也有六股段，然后也有第29线南马社段，真侪搭是交通断站。经过公路局抢修，即马是已经有带条件开放通行。公路局表示，目前的便道是临时用来运送物资，也有应付紧急状态使用，而且嘛继续来抢通车路。登陆落的车队载着满满的物资，准备要送去受困几落港的桃园复兴3里。原地安顺车7才会通的第20线勤河往复兴路段。车5尾暗公路局提早抢通一条临时便道。市府虽安排物资送入去各里，但因为便道敢若小型车会当行，部落也出动真侪铁牛车来倒载。车6早起，市府再次启动全地计划，送猪肉来山顶。这边跳进来，然后一起让我们的全村的里民昨天睡得好舒服。除了通往桃园的路抢通，公路局嘛抢通要去南马社第29线4.5公里的三明会路段，居民出入暂时无问题，不过临时便道有限时间，而且是5栋以下车才会当行。现在当地唯一的加油站也特别无油通卖。我们有看，差不多300公升了，很多人加了，大概没有多少几台了，那现在是每一台大概就是500块，只能最多加到500块。对。公路局强调，目前抢通的便道拢是应付紧急状况用的，包括第27线6股段20公里的崩山，即卖拢等咧抢通。另外，伫第20线6股段80公里的搜救行动，车6已经是第8天的走找。消防人员表示，车5有阁发现一块大体甲骨头，车6这天敢若找到一寡失联民众的相关物件。针对倒塌竹林及横倒树干进行切割及清除作业，经搜索现场共发现3件疑似与失联者相关之物品。公路局表示，目前山区的道路也是有真侪所在在抢修，虽望天气有较稳定，不过也是有危险性，民众若无必要，就尽量莫去山区。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南部遭大水，一寡流浪猫狗的收容园区嘛受到损害哦。台湾动物救援组织就指控讲，有一个网络平台无因的授权，就加因的影片来甲人募款，已经有上万人捐钱，这有可能是诈骗。那台南市府是表示，若准是无政府核准就去募款，经过民众检举，因就会去查。饲料平台业者的面册顶悬一篇一篇的文，写的拢是即摆南部地区有猫仔狗仔收容园区受灾，望大家斗3工来买饲料，未少民众拢有捐钱。不过，这几天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刷刷接到民众检举，讲这间饲料平台是用因的影片去看广告，爱大家捐钱送饲料。救援小组一查才知影，这间公司是私人的，不是公益团体。初步估计有上万人捐钱。因为网友看到这些猫狗园区很惨的这些状况呢，那他们就误以为说这个也是一个公益团体，所以就纷纷捐款。那其实呢，并不知道说他们其实是一家100%以盈利为目的在贩售饲料的公司。因为广告影片剪接的访问有的不是受灾园区，所写的文字嘛会互民众误解，家己捐的钱是要帮助灾区，所以不少民众拢感觉家己互骗去，要求业者要讲清楚。业者也打出声明，不过说只有针对无授权使用公益影片的部分来道歉，捐款运用的部分拢无说明。这个平台有公布真侪受帮助的收容园区，记者也是在敲电话去了解，敢有收到业者送来的爱心饲料。他们有做到啊，这我不晓得说中间这个他们的募跟送之间的一个怎么个情形，我们不知道。可是他是
他是真的有送到我们这儿来。虽然纠正的这个园区无受灾，不过确实有受到爱心治疗。不离高业者的做法确实引起误会。咱实际纠正业者因无要接受访问，只有讲会将关键的资料整理好势，到时公布伫网站。台南市府表示，民间单位若无摕到合法许可、无公文的依据，未当做任何方式的宽薄行为。如果有民众检举，市府会进一步调查。记者郭家族副教用高永昌报道。到今年6月，台湾就有超过145万的移民和移工哦。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政府的防诈骗政策拢无顾到这群人。经过调查发现讲，亲像网络买物件防诈骗，也有找道路诈骗是真多。这移民移工嘛真罕得的报案，通天地的时阵，定定都安尼准拄煞。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到今年6月，台湾的移民和移工已经超过145万人。也毋过因为语言的限制，无了解申诉的制度，定会拄到诈骗。有民间团体就针对移民和移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要3成的人表示，因捌拄到假政府单位，也是找头路索取互假公司诈骗等等，造成财产的损失，各自互人冒用的风险。他们也比较少接触这些单位，然后不熟悉，然后只要有人一说，我其实是移民署来的。或者是我是那个劳动部的官员，然后讲话就是很有自信的时候，很多移民移工就相信了。民团呼吁，目前政府虽然有多元语言的服务，不过翻译电话订单，因建议政府爱改善这个系统，提供更加多元的方式来传达防诈骗的资讯，嘛建立属于移民和移工的检举制度。我们要强化多语资讯的传递跟管道，不管是既有的政策或者已经改了政策，其实移民移工真的搞不太清楚，通报机制其实非常的不友善。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通报。民间团体嘛指出，有的导游移工也是非法减职，会因为唔敢接受政府的协助，可能互诈骗的问题更加严重。民团要求政府全面调整移工的劳动政策，保障因伫台湾的生活。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长期照顾失物人的创世基金会，因的屏东婚姻设立要20年，今年是头一摆了钱。院长是表示，因为受到景气也有灾害的影响，顶半年无到的钱是减300多万，连过境义卖量嘛卖无到一半。院方是强调讲，虽然状况是真艰难，不过因也是继续服务失物人。去年我们有做一个圆梦计划。然后就是经过家属同意，他们愿意跟他家人一起拍照。壁顶挂水水是病患甲家属的沙龙相片，拢是创世基金会屏东婚姻安排翕的。屏东婚姻创立要20天，照顾真侪病患。不过院长林湘华表示，今年受到经济歹、灾害济相当打击，若捐钱的民众减少3成，连固定举办水果义卖，今年嘛比因过减少一半以上，互因手头愈来愈红。统计到7月，已经超过300万的债务红利。1到7月部分，相较去年已经付了300万。那我们捐款部分呢，相较于去年，我们光上门就主动来捐款的部分就找了将近500笔，那上门就找了将近180万的收入。创世屏东婚姻目前收治53位失物人，并且提供到厝服务70位重症病者，每人每个月照顾费用差不多爱5万至7万左右，负担沉重。林湘华讲，尽管扣钱困难，失物人的看顾袂使断，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会使用定期定额的方式，一个月300块，大家斗3工一寡医疗物资的部分。其实定期定额我们大概推了3-4年了，100、200都可以定期定额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购买尿布、奶粉啊，然后做我们照顾的费用，其实对我们来说才是长期的注意啊。为着协助渡过难关，有企业甲民间伫顶个月30日带头捐59万块，协助屏东婚姻核消毒设备和医疗器材，提升院内失物人的生活品质。院长表示，下半年的募款甲义卖活动，嘛是会继续接起工作，希望有更较侪民众会当和民斗阵做功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桃园的莲花桂活动已经是办第27档啊！哦，今年以生态环保做主题，利用稻草这寡农业废弃物来做装点艺术。也毋过，煞有游客哦，因为着翕相，伫咧装点艺术顶悬8悬变价。农业局表示，会采告示牌，嘛会加强巡查。桃园莲花桂会场，穿白衫、长头毛的小姐，规个人爬起哩装置艺术，一个盘腿坐伫莲花顶，一个佫徛着靠伫甲巴顶，互朋友为翕相。民众看到是真受气，表示明明边仔都有写，且毋通碰的广告也爬起哩。
这好像不好啊，会破坏啊。因为这可能也是人家的心血，这样坐在上面可能也不太礼貌。我是不建议做，因为大家要爱惜它，可以给其他的民众来欣赏。汤圆年会季活动进入第27年，今年特别推出用稻草为主的农业的废弃物，以生态环保主题做5组装置艺术，卡苗结合保育类动物。台北车甲巴甲年会意向，农业局表示，虽然有加强结构性的安全，也毋过毕竟毋是建筑物，建议翕相出境。我们希望他们夏天在户外游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场地，然后但是也要安全，所以我们会把告示牌做更大一点，然后也会加强现场不定期的巡查。请唔通无下告示牌就踩伫涂骹。当年7、8月期间是观音莲花大开的季节，当地更加有北观音、南北河的讲法。装置艺术主要是提供予游客翕相留念，刷定有防破坏的情况发生，未少游客感觉就算无看到，也应该发挥公德心，爱惜公布节条。农业局除了会加大告示牌，也会加强巡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带民众做伙来看台湾文学的新闻哦。诗人向阳和罗汉秀因的创作，毋但有诗文，也是结合，也有结合音乐等等。因两个人拢要摕到金曲奖最佳作词者。最近伫咧台北市区园区就替因办一场特展，透过诗、音乐，也有影像，用无同款的形式，要邀请大家做伙行入诗人的世界。阿母的头毛是作家向阳的诗，描写阿母一生为着家庭付出的辛苦。向阳描写人文，嘛用文学反映各种社会现象。伫咧台北新纪园区，对初四开始有举办文学特展，透过空间设计、图像等等去呈现向阳、罗汉秀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向阳表示，希望未来会当继续用无同的方式去推广台语甲文学。诗呢，如果跟歌结合在一块，它应该是可以更靠近一般的大众。那诗呢，应该是没有声音的歌；那歌呢，应该是有声音的诗。伫展区内，另外一位作家罗汉秀，侪诗拢是结合歌曲。亲像《少年台湾》《春天的花蕊》，拢是真侪人有印象的歌。伊表示，写歌毋是目的，是抢单。伊感慨定定写诗无人看有，所以伊想到上好的方法，就是甲诗甲流行音乐结合。把诗去跟音乐结合，是流行音乐，慢慢的，那也跟古典音乐、跟艺术歌曲，后来也跟歌舞剧、跟歌剧。那当然，中间还有无心插柳的跟选举挂在一起啊。静态的文学特展会到9月30，另外9月初1开始嘛会有3场音乐会，希望透过向阳甲罗汉秀的诗编做歌，用无同的形式，互搁较侪人了解台湾文学。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这几年影像和串流平台的市场真大，配音的需求嘛对待增加哦。但是因为 AI 人工智慧了后，算有真侪配音员的头路都已经用抢去啊。德国的配音协会就呼吁欧盟爱赶紧立法保障声音的著作权。Ich bin SpongeBob mit all seinen Emotionen。这几次就是真实的声音，伊是德文版《海绵宝宝》的无奥灵魂，同场也有哈利波特伫德国世界魔法代言人。Und dann müsst ihr euch Filme ansehen. Mit künstlichen Stimmen von Robotern. 最近这平常时未出现的声音的名称，这摆决定站出来替家己讲话，反对影视业用 AI 取代配音的工作。Sie saugen die Mediatheken leer, sie saugen Homepages leer und nur weil etwas abrufbar ist im Internet, heißt das ja nicht, dass es zur freien Verfügung ist. Also da sind ja einfach Rechte drauf, Urheberrecht, Leistungsschutzrecht, Persönlichkeitsrecht. 为了维护声音，防无限制复制甲输出，德国配音协会发起请愿，总计超过75000份的人数，呼吁政府制定法规，保护声音演员的智慧财产权，要求替配音员的声音进行 AI 训练，必须经过合法的授权，互伊合理的利润。
Okay, und kommt. 靠谱嘅创意产业价值卖互国家，同时业者也讲，智能 AI 确实安怎强，机器总是无人比。Ich kann denselben Satz auf komplett unterschiedliche Art und Weise sagen. Ich transportiere exakt denselben Inhalt, aber ich kann einfach mit Zwischentönen, mit Betonungen, mit Lautstärkevariationen. 随即个串流平台走向全世界，配音需求是大大增加。根据市调公司预估，2025年全球配音的市场规模会达到43亿美金，2033年预估会超过76亿。AI 想要抢这个大饼，方法不的确是行强势的路线。We've taken an approach of using those localization houses and those actors to have them contribute to the process and making the technology for them. 科技来源依甲人类来合作，莫迪卡应将这推动本地化配音的新利器。公视新闻温phong仪编译。所带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中部地区24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5度至33度。关岛地区26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